多谢咧，咱来看婚姻未了的消息。婚姻未了，六轻的工地发生呢，这个集体冲突的事件。20、30个工人伫遮咧探肚，有2间外包商的工人可能是因为冤家关系伫工地内底咧相拍。代志发生了，六轻的管理处讲，这大家咧相拍，甲工程无关系，是工人之间的纠纷尔。所以我是安尼，议员会将这个2间外包商各罚1万块。两三穿无共制服的工人拍做一伙，其中一个想要出手攻击，随后边仔工人又开。另外一个查甫人冲起嚟，顶伫穿深蓝色衫的查甫人身躯顶，查甫人互压制在地时一直喷，边仔咧看一大阵工人是一直话讲好啊啦，想要化解冲突。烧歹事件发生伫婚姻未了六轻工地，当时现场有20-30个人，其中2间外包商的工人，敢若是咧冤家，想要到远远的煞拍起来。经查，案发地点为6轻厂区内，本案未向警方报案，当事人也未提伤害告诉。警方立向当事人及公司呼吁后续务有循守行事。六轻的工作人员讲，初步了解是工人私底下纠纷，和规个工程无关系。是讲这群人伫工地起骹动手，六轻的管理处将会针对2间外包厂商，一间罚1万块，而且禁止闹事的工人入去工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